伫7月12日早起，咱台湾的火箭伫日本北海道的太空港发射，也毋过升空4公里，就因为下放喙气，火箭落倒落来，真可惜任务失败，互大家是真失望哦。也毋过团队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改进，望讲后一届会当成功。提起相机手机啊，大家专心倒打算，准备迎接火箭发射的瞬间。欢呼声中，火箭真紧往顶面冲。7月12日早起，伫北海道大树顶的民间太空港，台湾火箭正式发射，升空了后大约10秒，第一段的火箭分离，第二段是继续前进，最后伫离地大约4公里的高度停止飞行落落来。虽然无达到目标100公里的高度，也毋过算是头一摆重大的抗战。来到大树顶的火箭发射场，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货柜上面写着 JT Space， 这就是台湾的晋升太空在日本成立的分公司。那么这也是首度有外国企业来到这里发射火箭。发射是无暝无日的工作，因为台湾无商用太空港，这个少年人将梦想带到北海道，透过发射测试，目标伫未来打造出会当将人工卫星送上轨道火箭。这摆发射的 VP-01属于两段式火箭，全22公尺，直径60公分，重量大约1.4吨，原定采用会当控制成本、危险性低的混合式燃料。台湾进行表示，为点火推动脱节高点火拢真顺利。推测是因为第二节的释放催力，才造成无法度达到预期的高度。另外，台湾火箭要看海发射，也要面臨真濟關卡。日本と台湾は当然法律がいろいろ違うので、その法律を理解してもらって、日本の法律に従って打ち上げの準備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、結構台湾の企業さんにもお手間かけてしまったな。经过我3年，日本专家严格审查，搁拄着风台搅局，造成发射作业2摆延迟。中期尾虽然袂当达成目标，也毋过搁较进一步确认火箭性能。一摆累积的经验，会变做未来成功的养分。公司公职记者采访报道。